冇試過同你嘅朋友仔去行一個商場嘅時候嘅畫面？突然間你覺得呢件事好似之前發生過，又或者坐低飲一杯新口味嘅咖啡嘅時候，發覺好似之前飲過，個味道好相似嘅。然後你同你朋友去一個全新嘅地方，冇去過嘅地方，但係你當刻會覺得，咦，好似自己去過喎。呢三件咁神奇嘅事，其實係發生咩事呢？呢個就係大名鼎鼎嘅既視感啦。關於既視感嘅原因呢，其實有好多，即係神鬼學說啊、科學根據啊，嗰啲都有嘅。我呢就較為 buy 呢一個大腦有突然間跳掣嘅原因。其實知道呢個名同埋啲原因都冇特別意義，因為都冇乜有做。不如你哋去睇一套叫《涼宮春日嘅憂鬱》，一套講緊既視感嘅動漫嚟嘅，好有趣嘅，大家睇下啦，拜拜。